我可没参加过明星的婚礼啊，是不是办得特隆重？他让我去报名单位的集体婚礼。什么？啊！你怎么还不报名啊？只有12个名额，再不报名就晚了。别闹了，我没闹，我认真的。你说，如果我们参加了这次集体婚礼，那我们之前烦心那些事情不都解决了？第一，不用担心舆论，不会被评头论足。就连酒席都不用我们自己定，而且嘉宾也只要请我们亲近的人就好了。这不是梦想中的婚礼，什么才是梦想中的婚礼呀？哦，这么贴心，林姐知道肯定要感动哭了。晶晶，看演员了。啊，来了，不跟你说了。你赶紧报名，我要去拍戏了。行，我去了解一下，你好拍戏。怎么着这是？婚礼的事儿，咱们怎么办啊？哎，我可没参加过明星的婚礼啊，是不是办得特隆重？还得穿西装？他让我去报名单位的集体婚礼。什么？我说你们家大明星这想法可真是天马行空啊！不过跟你也是不谋而合。之前你参加咱们同事的，不也说省事儿省心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几年前。怎么着？打算去报名了？嗨，跑人名啊！过几天他又改别的方式了。毕竟我们乔小姐的方案已经从海边到草地到酒店，又到海边了。下班了没？报名了没？你认真的？当然，你还没有报名啊？只有12个名额，你赶紧报呀！报了名就不能再改了，不然会浪费别人的名额。你确定你不会改变主意了？肯定不会。那天是有点冲动，但是现在越想越合适。哪里合适我们先不讨论。你有没有考虑过叔叔和阿姨还有林姐的想法？他们会同意？林姐好说，爸妈的话我来搞定。如果他们同意了，你就去报名。可以。那我现在就去。